好啦，下週開始咧，我哋嘅視頻系列咧就會正式開始啦。咁我負責咧就係劇本嗰邊嘅審核，而阿傑你嗰邊咧就負責去拍攝啦。小美嗱，你嗰邊亦都要安排後期嘅剪輯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大家分工合作啦嚇。楊哥啊，其實有件事我都想同你商量一下。我自己個頻道咧，其實最近啲數據都非常好，fans 數都過咗10萬㗎啦。其實我覺得咧，我可以自己獨立開一條線，唔使困喺度組入邊。我都係啊，楊哥。我個美妝評測好咧，其實個兼職已經好過我份本職嗰份糧噶啦。與其我配合個主題，不如我自己做，更加有效率啊！你哋嘅意思係即係唔再參與組裡面嘅項目啦，係嘛？唔係唔參與，係各有各做會更加好啫。你有你嘅方向，我都有我哋嘅專長。其實組入邊嘅主題太保守啦，唔係太啱我哋。楊哥，我哋唔係針對你，我哋覺得自己做會更加好。好，明白晒啦。今日個會到此為止。老師，我不嬲都唔係一個小心眼嘅人啦。咁佢哋嘅態度完全都冇當我係呢個組長，仲話我嗰個主題係保守，同埋話佢哋自己做出嚟更加有效率。你認為呢啲係團隊合作精神咩？呢種嘅態度啱嘅。佢哋嘅態度確實係唔夠尊重，但係你氣嘅係態度啊，因為佢哋講嘅都幾通道理。阿傑擅長攝影，小美擅長剪輯同埋社群營運，你嘅強項係統籌同埋內容編輯，各有各嘅專長，冇可話邊個高邊個低嘅。佢哋想獨立，未必係睇你哋，只係佢哋睇到佢哋可行嘅路徑。一個領袖嘅格局，唔係在乎佢有幾多手下聽佢嘅指令，而係在乎佢睇唔睇到別人嘅光芒，又願意為呢啲光芒讓出一啲空間。咁唔通我由得佢走啊？咁我個組點算啊？放手唔等於放棄，你有3件事可以做：一、成全，鼓勵佢哋開始自己嘅頻道，成人之美。你今日支持佢哋，對他人就係你嘅盟友；若你阻攔佢哋轉個身就係你嘅對手。2、定位，重新定義自己嘅價值。你唔係管佢哋嘅人，你係將唔同嘅專長整合成更加大項目嘅人。3、溝通，揾佢坐低，唔講對錯，淨係講合作嘅新模式，以你嘅統籌同埋佢哋嘅垂直內容達至雙贏。所以就冇分對錯，只係大家嘅階段唔一樣。因緣改變，關係都會跟住變，但要用一啲舊嘅模式綁住已經成長咗嘅人，最後只會兩敗俱傷。上次件事咧，我已經諗通咗啦。你哋兩個嘅專長係的而且確係值得獨立去發展嘅。我支持你哋兩個各自開個新嘅頻道。呢個係我新嘅合作模式。你哋嘅內容咧會響公司嘅品牌旗下嘅，我負責咧統籌資源啦，同埋去引流。裏面嘅所有收益會按比例去分成，各自保留創作嘅自主權。乜真係可以？與其將你哋綁喺群組裏面，大家都會唔開心，倒不如就放手俾你哋出去。你哋做到好成績，咁我呢組亦都係同樣會沾光。成人之美都係成全自己啫。楊哥，上次我講得太衝動，對唔住。大家唔使道歉嘅。咁新嘅模式咧，我哋就試行3個月先啦。咁各自努力，我哋互相支持。導師，佢哋已經開始咧統籌緊佢哋自己嘅新嘅頻道啦。咁阿傑咧仲幫我呢組拍攝，亦都係唔收錢嘅添。你睇，你唔當佢哋手下，佢哋都唔會當你係對手。我明白啦，領導唔係控制，而係服務，服務佢哋嘅成長，同埋服務我自己嘅成長。一朵花唔會因為另外一朵花開得燦爛就失咗自己嘅美麗。真正嘅領導力係令每一個人成為更好嘅自己，包括你，包括佢哋。你以為在掌控局勢，其實是被我困住。點擊下方標題，學懂如何讓眾流歸海，成就他人，同時成全一個更高格局的你。